伫咧台北市的六张犁山顶呢，有一个戒严时期受难者第一公墓。这墓园内面呢，有一片有历史意义的竹仔头也留伫遐，是因为这受迫害受难者因死去了后遗体无人敢去甲领，落尾是伫咧竹仔丛下骹甲因找到，落尾出转会才甲伊审定做不期遗址。最近煞有一个文书学者向市议员陈情，讲一寡竹仔头已经荒废掉啊，也批评市政府拢无得重视。管理单位就是台北市的文化局，因是表示讲会赶紧来想办法恢复意向。这边其实是有一些竹子的，但是现在目前其实看到是竹子其实是已经消失了。最近有文书学者向市议员陈情讲，六张犁山顶戒严时期受难者的第一墓区，原底有一片残存的竹墓，是重要的景观意象，不过煞变做互人探索的凹叉堆。我们为什么要留下这些东西？那这个痕迹就是说，我们在见证这个事件里面，探读这个场址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哦。这个墓区之所以会被发现，就是因为这个竹头，是因为一个受难者的家属的口述，说在这个地方他的先人有托梦，然后往下一挖，就挖出200多具的遗体。市议员表示，这个所在除了是台北市指定的文化景观，嘛是出转会认定的不期遗址。主管单位竟然无重视，唔知影竹墓是安怎消失，实在离谱。学者嘛指出，六张犁山区公墓是1950年代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落葬的地点，有特殊的价值，就亲像波兰集中营内底受刑人留落来的物件，是历史的痕迹。我们会把那个竹虫的意象想办法，就是把它恢复回来。那再来是说，文字委员也有建议是说，因为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象，那我们会建议就是说，我们会跟殡葬处这边来合作，那会有一个说明牌的一个告示。文化局表示，过去竹墓伫山坡边啊，唔知影是安怎倒去的，嘛有可能是唔知影的人甲清掉，未来会定期巡逻。几内关心的议员嘛表示，文化局应该调集家属、历史专家来讨论，看出来安怎维护，莫阁发生这款代志。记者调不离开台北采访报道。